如果我同你講，喺一棟唐樓嘅頂樓單位裏面，傳嚟咗一陣陣令人作嘔嘅死老鼠臭味，而當警察一踢開棟門，喺漆黑嘅走廊盡頭，佢哋見到一個1米高、平時細路女最鍾意嘅 Hello Kitty 公仔，好安靜咁樣靠咗喺牆邊。而當警察用鐵枝輕輕一拮嘅時候，發現喺公仔裏面竟然頂住咗一個硬邦邦嘅物體。而更加恐怖嘅就係，裏面嘅嘢根本就未煮熟，而呢一個笑緊嘅 Hello Kitty 公仔正喺度慢慢咁樣滲出暗紅色帶有屍臭嘅血水。而喺呢個公仔裏面所收埋嘅係一個被活活折磨咗1個月，連佢個頭骨都開始被磨平嘅23歲生人嘅頭顱。究竟係點樣嘅魔鬼先至可以一邊扯出頭顱上面所殘存又半溶嘅頭髮，一邊又用佢自己溫柔到令人心寒嘅語氣同呢一個死人講：乖乖地唔好喐，我幫你扮返靚。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到嚟《喋血追兇》。喺呢一個頻道裏面，我會用最真實嘅聲音帶大家走入去世界各地最真實、最撲朔迷離嘅罪案現場，一齊去剖析下人性最黑暗又或者最光明嘅一面。如果你都鍾意聽呢一類型嘅罪案故事，咁就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嘅頻道，跟埋隔離嘅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嘅新片。而我哋而家一齊將時間撥返去1999年嘅香港。當時嘅香港正值世紀嘅交替，社會表面上係繁華熱鬧啊。而喺尖沙咀嘅加連威道31號，呢一度係港島同埋九龍最繁華嘅中產商業地段之一。四周圍都開滿咗服裝店、化妝店，每一日都有無數嘅後生仔女喺度行街拍拖。而有邊個有估到喺呢一棟樓高4層、外表平平無奇嘅唐樓3樓 B 嘅單位裏面，竟然隱藏住一個人間地獄。呢一棟唐樓1樓同埋2樓都係髮廊，去到3、4樓先係住宅。朝頭早空氣裏面簡直係彌漫住洗頭水同埋香水嘅味道，但一旦去到深夜呢一度就傳出令人毛骨悚然嘅慘叫聲。而喺呢一宗慘劇裏面嘅女主角，佢叫做范敏儀，遇害嗰陣只有僅僅嘅23歲。而敏儀嘅身世其實可以話係好坎坷，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單身家庭，佢自細就同佢母親一齊相依為命。但係後來佢母親改嫁，佢於是就變咗一個無依無靠嘅邊緣人。雖然佢喺學校裏面讀書成績係唔錯啊，中7預科畢業。同時間性格亦都好文靜，但係命運偏偏將佢推向咗萬劫不復嘅深淵裏面。就喺1996年，佢認識咗佢嘅男朋友吳志遠，兩人同居。但係可惜嘅就係佢呢一位男朋友唔單止收入唔穩定，仲要染上咗毒癮。而敏儀為咗幫佢男朋友去籌錢，又或者係為咗兩人嘅生活，敏儀就慢慢踏上咗一條不歸路。甚至出入喺毒品圈子裏面嘅時候，認識咗佢人生裏面嘅惡魔。而呢一班毀滅咗敏儀人生嘅主要有3個人。而裏面嘅第一被告，佢個名叫做陳文樂，當年33歲。佢表面上好似係一個普通嘅江湖古惑仔，甚至佢都有屋企人，有佢初生嘅 BB。但係實際上佢係黑社會和成和嘅成員。佢私底下更加係大耳窿，同時間都負責販毒，性格可以話係極度之殘暴同埋衝動，而且佢長期吸毒，對於人命係毫無同情心。而佢另外2個跟班就係分別26歲嘅次被告梁勝祖，同埋只有19歲嘅第3被告梁偉倫。而3人裏面，梁偉倫其實都係同樣嚟自單親家庭。而佢由細到大都冇佢母親去照顧，所以佢性格係非常之火爆易怒，極之反社會。佢最鍾意嘅就係對弱者施予暴力，
而呢3個人加埋梁勝祖當時只有13歲未成年嘅女朋友阿芳，就結構成咗呢一個恐怖嘅地獄核心。而敏儀同埋陳文樂嘅姻緣，其實就要源自一筆幾千蚊嘅贖願，而幾人嘅交集最早就要追溯去到1997年。敏儀因為要籌祖母嘅醫藥費，一時貪心就偷咗陳文樂幾千蚊嘅財物。而陳文樂發現之後，就即刻叫梁勝祖同埋梁偉倫去追債。雖然敏儀已經前後陸陸續續咁樣還咗14000蚊，但係就喺陳文樂利搭利嘅吸血鬼式嘅計算底下，呢幾千蚊嘅債務瘋狂咁樣膨脹成為3萬蚊。而去到1998年嘅年底，敏儀因為生咗仔，完全失去咗經濟嘅能力。但係陳文樂根本就唔諗住放過佢，佢仲更加強迫佢去夜總會度做女公關接客還債，甚至佢仲誘騙敏儀自己都染上埋毒癮。而去到最後，敏儀最尾都係頂唔順，而佢開始選擇咗逃避，唔聽電話。但係令佢諗唔到嘅就係呢一個舉動就徹底咁樣觸怒咗呢3隻野獸。時間好快去到1993年嘅3月17號，梁勝祖同埋梁偉倫就收到嚟自佢大佬陳文樂嘅 order， 佢哋2人去到葵涌嘅姚麗村，強行將敏儀綁架，並將佢綁到去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嘅31號 3B 嘅單位。而當一入到屋，大門關上之際，敏儀嘅噩夢就正式開始。佢哋3人為咗防止敏儀逃跑或者係叫喊，佢哋於是用木板將大廈嘅單位嘅所有玻璃窗全部都釘死。而喺呢一個長達1個月裡面嘅禁錮裡面，敏儀遭到超越人類想像極限嘅酷刑。梁偉倫一邊質問佢點解唔還錢，點解唔覆電話，一邊對住敏儀瘋狂咁樣踢咗超過50次。而佢哋甚至將滾燙嘅無鉛食油直接灌入去敏儀嘅口裡面，喺敏儀嘅全身打到皮開肉綻嘅傷口上面，更加殘忍咁樣去塗抹辣椒油。而更加令人髮指嘅就係陳文樂同埋梁勝祖為咗侮辱敏儀，仲要逼佢飲料，甚至命令13歲嘅女童阿芳喺鞋盒裡面大便，然後再強迫敏儀將糞便全部吞下。折磨每一日都喺度升級緊，佢哋用打火機燒溶咗塑膠嘅吸管，將滾燙同埋黏立嘅塑膠溶液一滴一滴咁樣滴喺敏儀嘅大髀上面。而呢一班惡魔竟然喺隔離仲喺度大笑，仲要命令敏儀都要一齊笑。而時間去到4月中，敏儀已經開始神志不清，而佢全身都長滿晒水泡，傷口可以話係極之嚴重，開始發炎流膿。而有一日，敏儀就喺地上輾轉反側，非常之痛苦，佢嘅牙痕不斷流血，而最終雙眼亦都慢慢合上，再冇打開過。而當呢一班惡魔發現敏儀已經斷咗氣，佢哋唔單止冇一絲嘅驚恐，反而係決定要碎屍，要滅跡。佢哋先將敏儀嘅屍體搬入去浴缸裡面放血，然後用鋸將骨骼全部鋸開。為咗唔留痕跡，佢哋甚至喺浴室裡面用滾水將敏儀嘅內臟全部都烚熟，分開裝入多個膠袋裡面，當普通嘅垃圾去到街邊嘅垃圾站抌咗佢。而喺肢解期間，仲要發生咗一宗極之驚險嘅插曲，就喺當時大廈嘅鄰居單位啱啱好發生咗一宗嘅強姦案，有警察上樓調查。而陳文樂呢一班人，佢哋作賊心虛，喺緊張之下，佢哋竟然將一袋嘅人體內臟就直接抌咗去窗外，而跌落去大廈嘅簷篷嗰度。而成單案件裡面最變態嘅部分就發生喺處理頭顱嗰陣。陳文樂嗰陣時喺客廳用煤氣爐就好似煲湯咁樣煮緊敏儀成個頭，隨後佢就攞咗一個美人魚造型嘅 Hello Kitty 大公仔，割開個公仔頭部，攞咗裡面嘅棉花出嚟，然後再將敏儀煮熟咗磨平咗嘅頭顱塞咗入去，再重新縫返。完成咗呢一切之後，呢一班惡魔就四散而逃，留低呢一個裝住人頭嘅公仔，好安靜咁樣靠咗喺走廊嘅牆邊。
而呢一宗嘅人間慘劇，本來可能會變成一宗無頭懸案，因為喺案發之後，雖然樓上樓下嘅鄰居成日都聞到陣陣嘅強烈惡臭，幾次報警，但係到場嘅警員都以為只係普通嘅垃圾臭味，所以都冇深入追查。甚至當時有一位嘅女督察，佢叫做馮小燕，佢更加係帶隊搜查過呢一個單位。而佢當時甚至係跨過走廊呢一個 Hello Kitty 公仔，佢哋都冇發現異常。而去到案發之後嘅1個月，轉折點先出現喺九龍嘅馬頭圍女童院裏面，因為當時住喺裏面嘅13歲女童阿芳就開始每晚都喺度做緊同一個噩夢。喺夢境裏面，有一個全身血淋淋冇頭嘅女人不斷向佢伸手，好淒厲咁樣喊住：俾翻個頭我，俾翻個頭我。而阿芳亦俾呢一個反覆出現嘅噩夢折磨到精神崩潰，而最終佢終於忍受唔住良心嘅譴責，佢走咗向社工度哭訴。而社工一聽，知道成單案件非同小可，於是就喺1999年嘅5月21號即刻報警。而去到2日後，即係5月26號，由尖旺警區嘅探員就帶住阿芳返去現場單位。而當時阿芳一早就係嚇到面色蒼白，佢直情根本就唔夠膽上樓。而當警察用鐵筆撬開咗3B 單位大門嗰一瞬間，一股腐爛又濃烈到令人窒息嘅屍臭味撲鼻而嚟。開燈之後，探員一眼就見到 Hello Kitty 公仔，而由於當時未有足夠嘅 DNA 技術去化驗已經被煲熟嘅皮肉，此科嘅法醫梁家駒就破天荒採用咗相片嘅重疊法，將敏儀生前嘅相放大，再同而家嘅頭骨進行輪廓嘅對比，而最終確認咗死者嘅身份。而警方隨即亦展開咗全港嘅大搜捕。而喺第二日5月27號，警方就喺葵涌嘅石梨村裏面拘捕咗首被告陳文樂，亦喺第二日即係28號，次被告梁祖勝自首。而第3被告梁偉倫雖然潛逃去到廣西，但係最終都喺2000年初因為交唔出身份證嘅證明文件而被內地嘅公安截獲，最後移交回港。而案件就喺2000年嘅10月喺香港嘅高等法院正式開審。由於呢一宗嘅碎屍案嘅殘忍程度，可以話係轟動咗成個香港，各大嘅報章頭條連日都喺度反覆轟炸。而喺法庭上面，辯方嘅大律師竟然提出一個極具爭議嘅辯詞。佢哋指出，敏儀其實生前都有吸毒，好可能佢嘅死因唔係因為被毆打，而係佢自己吸食過量嘅冰毒，所以致死。但係因為屍體已經被破壞得太嚴重，法醫都冇辦法100%肯定死因。而最終陪審團以6-1嘅大多數裁定3位被告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係誤殺罪名成立。雖然案件被判為誤殺，但係主審嘅法官袁偉道喺判刑嗰陣，佢用咗極度嚴厲嘅字眼，佢形容呢一班被告簡直係極度之喪心病狂、殘忍、冷酷無情、墮落、暴力同埋惡毒。而呢一種嘅行為係連禽獸都唔可以咁樣去對待佢哋嘅同類。而最終法官袁雲道判處咗3名嘅主犯終身監禁。而呢一個判決成為咗香港歷史上因為誤殺罪而判處最嚴厲刑罰嘅罕見案例。而我哋而家去回望晒成單嘅案件，其實 Hello Kitty 嘅藏屍案裏面折射出嘅係當年香港底層邊緣青少年嘅悲劇同埋扭曲。死者敏儀因為家庭溫暖嘅缺失，一步步咁樣跌入去毒品同埋高利貸嘅陷阱。而喺面對黑社會嘅暴力時間，無依無靠嘅佢根本就冇任何嘅社會安全網去接住佢，去包容佢。而更加令人心寒嘅就係案件裡面嘅13歲女童阿芳，一個本應該喺學校裡面讀書未成年嘅少女，佢竟然會視暴力同埋虐待為日常，甚至係幫手去欺凌、去凌虐。所以當集體暴力變成一種毒品，當年輕人對生命失去咗基本嘅尊重同埋同理心，人性嘅崩塌往往都會比想象中嚟得快，更加徹底。雖然呢一宗案件已經過咗去20幾年，
而案發嘅唐樓亦喺2012年拆除，改建成今日嘅酒店。但係時至今日，圍繞住呢個單位所發生嘅靈異傳聞，仍然都係冇停過。有傳聞就話，當年嘅呈堂證物 Hello Kitty 出現嘅地方，佢嘅燈光就會莫名其妙咁樣閃爍。而有傳聞又話，次被告梁祖成喺看守所裏面所見到嘅所有人嘅面孔，都會變成敏儀臨死之前浮腫同埋流血嘅樣。又或者呢一啲所謂嘅靈異事件，根本就係人類內心裏面對於惡嘅恐懼，同埋兇手無法逃避嘅良心債。正如法官所講，究竟係乜嘢嘅魔鬼先可以令人類對自己嘅同類做出連禽獸都唔會做出嘅惡行？正所謂地獄空蕩蕩，魔鬼在人間。有時候呢個世界上最恐怖嘅並唔係鬼魂，而係隱藏喺人心裏面最深處失去咗控制嘅純粹邪惡。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一度，唔知大家聽完呢一宗轟動全港嘅 Hello Kitty 藏屍案，你哋又對於當年法官所判處嘅誤殺罪成，但係終身監禁嘅結果，又有啲咩睇法呢？另外，大家又覺得世界上係咪真係有冤鬼報案，定係純粹都係造賊心虛嘅心理折磨？歡迎大家喺樓下嘅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一齊討論下。如果你都鍾意今日呢一條片，咁就記得幫我點個讚，同埋分享俾身邊都鍾意聽奇案嘅朋友。而去到最後，亦都想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喋血追兇嘅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我哋下一次有最新影片嘅時候，佢會第一時間通知你。我哋下集喋血追兇準時再見，拜拜。